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有建設有破壞，分清正邪，免被利用。香港新一屆立法會選戰正陷，輿論陣地上熱鬧非常，保皇派、反對派、建制派、泛民派、保守派、激進派之類嘅標籤滿天飛。其實目前香港嘅政壇同埋社會上歸納起嚟，不過就係兩股力量，一股係建設嘅力量，另一股係破壞嘅力量嘅啫。可分別稱之為建設派同埋破壞派。香港破壞派嘅出現，源自中國要收返香港主權，早喺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成形。佢嘅背後，倫敦同埋華盛頓嘅身影雖然時隱時現，但呢兩個身影嘅存在卻無可置疑。破壞派嘅使命就係要不惜一切手段玩殘香港，好向世人證明中國收返香港主權，卻管治唔好香港。但係建設係人類生存嘅必要，係人類進化嘅必要，所以人類歷史嘅主流只能夠係建設，而唔能夠係破壞。香港亦都係咁。目前香港嘅建設派同埋破壞派正喺立法會選舉中進行住一場激烈嘅較量。呢個棋盤上嘅一隻棋子就係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係破壞派為選舉製造嘅一個議題。而喺呢個時候，學民思潮到政府總部前紮營絕食，目的不過係要將呢一個議題炒熱，為破壞派張目。嗰啲支持學民思潮嘅言論毫不隱瞞呢點，借題發揮咁再三強調，如果呢次破壞派拎唔到足夠席位，就將會點樣點樣，好似到咗世界末日，香港就要陸沉咁樣。但係破壞派呢一步棋看似得勢，卻係險棋。政客利用少不更事，甚至喺法律上仲唔具備行為能力嘅少年嚟為自己衝鋒陷陣，已經係極其可悲。諗唔到仲忘記咗教俾佢哋必要嘅鬥爭技巧，令到呢啲少年揾起政治嚟拙劣非常。不過係幾名任性使氣嘅惡少，一旦引起市民反感，呢啲甘為其子嘅少年唔單止自己心靈、學業甚至前途受創，更會令佢哋背後嘅破壞派長輩喺選票上得不償失。呢幾日學民思潮仍然成為香港嘅焦點，但係等到9月9號一過，立法會選舉結果揭曉，佢哋最大嘅利用價值就立即消失。老謀深算，例如李柱銘咁樣嘅資深大律師，上者曾經哀嘆自己就好似一個小孩同埋一個巨人玩蹺蹺板。香港街頭多幾個小長毛，又豈能阻擋得住香港建設嘅巨輪滾滾向前呢？